遐唔會哦。你可能佢搶羅我一個你喺 hello 吼。太浪費了吧！唔會，我大轉去，大轉去。哎，佢有什麼蝗蟲啊？有看到呛呛呢？有看到嗎？了，有哦。係麼？係啊，有看到。呛呛了。我媽個係別，不咁啊！不。张博姐，你就这样子搬家有毛阿姨耶？嘅村人我喺度先，我们大家都要出，我们先你哋嘅先，这样要扣錢吧？要扣錢啊，係啊。第三，時間到咧，排些，時間到咧，拿出來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所有獻出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有樹開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好來到呢個美麗嘅三萬呀，特別太河村哦，都係一個 visa，就係很多連做工。哎呦，前輩呢一個觀音娘娘嘅已經有150年嘅歷史。哎呦，安聰哦，所以你係祭拜哦，這觀音嗎？對，觀音娘觀音娘娘哦。對。其實你從個景名吼落去嘅書之後，你昨天看到個當個吼有這個慈悲喜捨嘅匾額，你看到其實感覺動莊嚴，不過你昨天感覺個觀音娘娘嘅溫暖哦。是真的，而且來到三萬呀島邊，其實我們都好兩件每位所在居高臨下。古時講呀島邊，就從係觀音娘娘都呀島邊喲，保佑的兩位位所，做得喲一年四季就風調雨順啊呢。講到個保佑吼，你哋吼個舞蹈哦，喊就個宋亮嘅福寶塔咯。你有看到？嘿，好高哦，因為我180，你忘了？什麼時候？剛剛。OK 好。除了這個宋亮嘅福寶塔之外哦，圍牆當個你看到冇？48號圖哦，48小圖，所以吼來到倆吼，除了個莊嚴嘅觀音娘娘之外哦，還非常的具有高柔老文化嘅意義。真的是這樣子，有喊那番呢，莫主持，你就去順風看一下那48小圖。哎呦，這樣我媽會太開心哎。不會，我媽很需要。啊，我媽對，真的，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來分享到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阿鳳咧，大家好。今天吼好姊妹咯，放讓到吼我們的辣妹子潘野商潘師傅，大家好，潘野商。等一下吼，強龍吼打開來吼，兩隻菜上嚟好。好。哇！你阿媽個肉片哦，牛肉係啊。牛肉係嘅。牛肉係羊肉。菜上嚟哈。皮，該可能有皮孔咯。同樣是雞腳啊，不過唔係牛肉嘅鹹哦。唔係牛肉鹹啊。有幾馬菜？你阿媽說旺菜。旺菜。旺菜。對，抗性嘅。你咪做得做吸管的啊？吸管哦。你後面做環保咩做得做吸管啊？要吸很久哎，沒有辦法吸我們的珍珠奶茶。可能下台講錯。係啦。不過倒帶今日會做嘅料理係乜嘅咧？其實是旺菜炒羊肉。哇！羊肉嘅。哎，我們覺得哎呀哈，哎，你節目當中出嚟呀條菜色越來越多年呢。對，因為你看呀，用這搭脾氣了，太強。看我們的節目就做得 Q 哈了，好煮出來。好，來歡迎大家組嘅比賽哦，係很恩愛的兩公婆，木瓊太公、玉吉子、文陽。放張，好，謝謝。夫妻臉哦。哎呦吼，放讓到咱嘴吼呢，凍感情咪凍好嘅母女媽媽咯妹兒吼，選手叫咯攞金線。哎呀！哇，哎，真的給你美女分你那邊。哎呦，每次製作單位對我就是最好的。對，製作單位害了來賓，真的。唔會攞記掉線個。好啦，來請問一下，木瓊太哥、玉琪姐，你三人平常喺做乜條路咧？中減咩？中咩啊？嗱，我講港中人就係老生人啦，你要來參加比賽，一定要俾佢得大條名。啊，不過今日要來煮菜嘅話，馬殺豬要負責煮咧。我太太。我太太，平常都係玉琪姐負責煮飯。按用識嚟記下新年來，中醫本樣煮嘅菜嘛。中醫哦，不會中醫要還沒煮啊。好什麼？以後什麼？
你聽我講好食，好食，好食啦，切啲好食要加油哦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吼！我哋吼兩片吼唔係偏雙線哦，我哋係味道上金來嘅吼，味道上金吼。你兩沙係媽媽老梅哦吼，偏雙絲梅老武下嘅時節要讓你聽熟嗎？兩迄種嚟要聽數。會煮菜嗎？會。會吼，今日要試試嗎？要。好，要。冇問題，馬上我哋進行鐵關咯。木下好面絲，大家家庭都有上係自家嘅好面絲，用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面絲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種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開菜開嘅。菜嘅有練習嗎？有練習嘅，很快給燒起來，好慈祥哦。係啊怎麼捨得讓他輸呢？係老冠軍樣樣強咯。哎，真的。好啦，今日幾位保佑你啦。要記住，你想我老妹妹景軒妹妹搞，也係老也在還有哎呀，聲音香港。沒有啊，你要跟你沒準備誰？哦。隨便你擦。好了，冇問題，等一下你現款哦。好現款。好，那你們倆先。好。你要是下他，你會被全民3萬鄉你全部會冇看過填滿你。神經病啊！神經病假使警雙是唔係神經病的哦。哦，有道理。強了，哎呦！他現在就嚇到了。你不要出跟他一樣就好了。哦，唔可以來出強腰。那就記得食肉，不要跟他一樣哦。有吃藥，我有吃藥。剪刀沙頭布，好，記先哦。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咯冇強咯。熟的了，就熟的。哎呦，太謝啦。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唔怕，不檢查。還有民主節 OK，我來。好來哎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在這裡當我的觀音娘娘。好，林志遠哦，加油加油！剪刀沙頭布，好，你先呢？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勇強勇，強猛強勇，耶！變爽了。那這樣是不是又是讓給老讓給窮他嘞？對啊，那我贏啊！我要跟你哦。冇辦法了呀！哎呦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好得啦，你就習慣了神經病又的怕你又會輸啊！哎呦，你好貼心。剪刀沙頭布，好，為什麼我都一直出布啊？嘿，好一家之主愛親強，強我冇強咯。啊！討厭！哎，你贏嗎？哎，愛讓你哦啊，。沒差，我檢查，差1分鐘聽聽。好，好先用記。謝謝你都有改變。我們的改錢了，好 OK。光 A 鋪粉先好切，的吼，這樣可以該下嗎？係民主節然後數的，所以兩行還是做的先觀察，先跳款，先跳款。這個地方我班就會找記的做，假使我做唔錯，是記的。嘅問題不是，我是你講的哦。係你嘅問題，博謙嘅問題。如然係學徐弟的。師傅，你是站在我這邊的。哎，對，你倆是係記的音嘅。差點不給拐去嘅，哈。哎，我這個哎，你用切蔥嘛？嘿你自己做嘅菜啊，很看佢切耶，我切給大家聽一下。收音收音 audio 歌收清楚來，聽，你不要放屁哦。對啦。有沒有聽到？恰恰恰，太浮誇了，其實就一般。好 ，OK，要給前不用啊，順後喊走，還有做乜嘅？辣蒜頭你要椒、切，蒜頭，慢慢切片，片切。哇這個去皮了嗎？去了去了。去了。好，四、哦，三、哎，時間要注意哦，哈。時間到，我聽熟了，聽熟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那嘞，好，剛才要到畢業搶題1分鐘，讓阿哥你看一下1分鐘過後這樣開始走。好好好。啊，這1分鐘你們可以互相抱來抱去，親來親去，圈走對。沒人看到，他們現在在抱手哈按。動眼款都有。下水上吊，下水上吊，哈。對，按動眼款的。好，唔怕唔怕。你唔會哦，你看到佢看羅摩這個你喺 hello 哦，太浪費了，乜唔會，㗎？我大轉去，大轉去，你每次帶回去都馬在後台就把它丟垃圾桶。總得打鬆，總得打鬆，好，你生所以吃，種的啊你生吃總得打鬆，好了，啊，乖乖哦，好，來，嗯，好我嘛有計時哦。開始咧哦。啊，差唔有咩多。差不多哈，嗰個阿婆講寸菜，差唔多切1寸。哦，阿婆要講係。阿婆要講，你條片要加沙茶喎，沙茶，沙茶，誒，沙茶醬嘅啊。要滷誒醃係是醃，要一啲沙茶。來先切嘛，該蒜頭，係。
你好，不要一直我切什么你就吃切你什么，走得成好哎，不好这俩批为榴莲，俩批为榴莲，哎，在牛爸，梦同样，哎，先切姜吗？叫麻婆，哎，是嫩姜哦，嗯嫩的哦，牛妈就切片，哎，看看切，先切片，然后切细。好，冇问题。来让讲给给，哎呦，煮人家数值哦， 7、6、数值平起来啊。 7、哪几个呀？ 2、1、四4个都。等一下上来放你哦，好关马莎，哦，强下。向下走，向下走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准备一下。你切。好，先记好好哈，摆出你最开美丽始1的样子。分钟，呛开始。向下走，走咧向下走。妈妈因为走得走，这是中火，你需要再大火吗？该会重的哦，来，手手看。水太下了。我你系用咩上到袂用，该拧拧啊。这个就是风吹头啊这不同速度而已。哎，扬州的，哎你要6还是要更小？6是最大火。啊，刚才它这个是强龙，强龙诶，是有温度是80、120的。对，哎，其实你要80、120是不是。继续哦，都一样。对，都一样。 6、 6、 5、4、 4、3、2、1，走咧开始走咧，风水走得走咧。开始走。向下走哈哎，。你做嘛个袂上到用该诶拧拧啊，风吹头啊？哎，其实色系酱。哦，为到色嘅调色。部分。你系感觉今晚参与的，叫用眼镜走，因为中央二线路过哦。有啲酒，还有咧，酒韓個沙茶醬，嘿韓個打啲嘅水很濃，哦要打啲嘅水啊染會變啊，染會變麼？啊，染啊，要係唔可以變飲水，啲調油，哦，调酒啦，哎调酒。我们先过去哦，等一下上来肯定哦。同樣啊，加油啊！嗯，不要害怕。應該羊肉又入馬噶，都懂哦，在中啊间。應該羊肉又入馬噶，煮沙茶酱，哎，還有咧，還有咧，对哦。就还有一点苏打粉。我輸哦。哦，哎，这样会不会输了就被打？豆条哎，啊，加加蘇打係乜嘅作用？比较嫩，哦，比较嫩。嫩，哎，你要平用他們，妈妈不要不是不是等你們回來，啊，我回来吃饭。等你回来。對，等你們回來。五種鮮味卷佐腐乳醬，哎，地图总在用那气死条吗？剛才帥哥講做得會氣死麼？帅哥系哪哪隻帥哥？那旁邊嗰個帥哥啊，嘿，你讲哪？係哦，哎呢種做得會氣死麼？你拍到叫導遊哥咧，咩啊，帥哥？哦，曾经冻好些的哦。你會攞咩嘛哈？我喺度先看另外一邊哦，你慢慢来煮，哎，唔好緊張哈。唔係啊，现枸杞了哦，喺度過去咯。好，那许我那亏了哦。你做咧談情說愛咧哈，哎學誰上吊？你做得真厲害學誰上吊？啊波動些條。唔好牙臭酸樣東西。哇，你要平用他們？媽媽不要不。是不是等你們回來。啊，我回来吃饭。等你回来。對，等你們回來。係要時間嘅哦，有時間哦，有時間的很急哦。好，最大方。好，嗬，要時間嘅就哦。係啊，剛剛幾個煮，係哦，要時間嘅哦，唔扣分哦，時間都唔扣分哦。係景轩吼豆腐哈吼，甜熟通常都甜熟买嘅东西啊。最尾係雪，最尾會先啊，總是個部分哦吹的部分。所以今天算做很多的了。冇話佢前面佢咪食菜咪切菜，哦，維持家講一下，維持家講一下，搬回來為自己講一下。我很常洗菜切菜，係啊，好助手哎，多長？做3二廚，年一次， 3個月一次。上張眼睛。这样他都弄不会走条路吗？嘿，雙班，哦都腿背吗？推背所以今日做这转了，要特別老媽媽向他必須，當轉來很，感動，當轉來的嘛，很厲害真的有好，懂有好。嗯，好，我們過去好哦，。喺度講解片咯還哈。沒加油哈加，油加油！讓結滾啊！等一下看我擺盤的發張重新來弄過，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，我規避 camp 起來好了。哦，水安豆哦。因為我跟你說，徐師傅就會挑這個某豬膏，等下給我 Q 粉案呢，哦，對吧？嗯。這個有用咩？要放上去的。咁要什麼蝗蟲咧？要看到嗆嗆呢？要看到嗎？了，有部分係麼？係啊，要看到。我媽嘅係別，不要咁啊！不要。不是那還是把那一塊拿起來呢不？是，這已經燙的，等一下就會弄熟下去。哦，燜啊，給它燜啊。哦，還沒開一點喲。哦，挺這是會黏的哦打濕的。
咸黏咸毛，用嘿啦对啦，哦，啊，爱滴，爱用红豆嘞，这个就可以红豆嘞。围一圈，对这样好不好？啊，你还没做咧병海恁爬。好了，好，我们沟里看这片哦，通后尾就后尾哦。好，那个焦掉的蒜头把它捞起来，待会好，记得哦。等一下那个彭师傅他最会挑那个椒的，平那个焦掉了不行哦。好，人家佛佛唔会冲菜，唔会。确定这边不要交给妈妈吗？不是水吗？妈妈加水，不是吗会？加水吗？啊，加俩秀水，妈妈，我来点数给嘛。哎，欧玛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妈妈哇，我给点他很信任你。好，好感人哦。好，拌一拌，拌一搅拌。搅啊！哎，炒啊！哎，俩秀水还加。你有厨师帮我吗？少水。没有这是吗？哎，要出吗？妈妈，你讲听是听。对，他的表情你会感觉到很慌张哎。好，其实火开大一点，一下盖子盖1分钟。盖。好紧张哦。妈妈说了3次盖，我们要听她的。今天是羊肉没盖了啦，羊肉。还有给我时哎，间。该那个汁要不要？他们应该汁那个汁很好用啊。那个扎眼，哦，它很美。那个扎眼睛是。咩？用又更出手，所以在每卖表。好。每卖表。也有道理。咩？应该吗？好。好，我等个。倒出来，摆盘哦。等一下，全部有该掉的部分那一落哟。好。好来。一家之主出好菜。 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水就会吃看那两管低度，那部卡米西靠后色嘞。好，今日呢两出菜吼，哎，你都拿去甲不卡中的，人家有咩黑吗？去甲不卡中的抢菜嘛，我菜。嘿。ต้อง配合呢，嘿。好啦，冷静啊，特别先看一下。好。好吃哎！来，烧枸杞，你吃了没有？哎，好吃。或是另外嘞，很香哎，都香，很香哦。好，我们来吃看你们的好不好？哦，没问题。蒙菜很好润。你们唱合唱啊？对。应该就吃了嘞。好吃，硬牙好吃。哎呦，M 不用倒春天呢。这里有会上班吗？哦，会上班哦。好，两下呢，先用2位评审欣赏了，你有大本输了。提前先上70分抢本输。拜托。Yes。好的。汤师傅抢本输。啊？怎么改的？好的。七师傅攻略哈。王啊。那想要像伊在自家沙茶炒羊肉时阵，其实应该沙茶约50落去卤过50。哦。像爱钓你羊肉你咪做咧川烫故事好咧，川烫你比方说你下你有冇食到下健康川烫烧，川烫了后了甲沙茶这个白本去出梅，去下又甲梅头出来，嘿啊两片，我顺了两片呢，因为系几条蒙菜魔术，有点我有人讲，两蒙菜魔加咸么咸未熟啦，系有人，所以我以为偏两片呢，让嘅写这是因为俩蒙菜魔术。熟先去冻绕筋哦。不过汤师傅咁讲咧，我啷讲？好似冇些，一落水就啲嘅，還是有咧水扭下來，咧水係老啲嘅，所以佢本嚟咧水風水樣。捏落下安尼。好，唔過呢，我特別看到體育館啲都迄個平數嘅話就較放心嘅。你啊，睇起來呢，這先休息一下。太假了，看一下今日齐師傅哦，我最期待看齐師傅帶來的4個料理。看一下今日帶來乜好食搞太假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最期待嘅齐師傅帶來的4個料理，今日要出出都乜名嘅咧？烏龍鮮味卷佐腐乳醬。烏龍鮮味，該烏龍。嘿，加起落去嘛加。鮮。嘿鮮。你圖好聰明，發揮創意嗎？唔是因為做你真的好厲害哦！這樣子會流產，我那個已經那個，不能打肩膀，不能打肩膀，對。金動你，你主題嘛？你係金木
卤哦诶嘛，然后羊肉、雪花羊，哦，然后芦笋、干香菇、姜妈、青江菜白盘的，哦哎，等下嘛该，然后腐乳酱，哦，好，好，马上去合作喽。嘿，4分钟继续开始，哎，真紧哦，冇便宜啊，真紧的真啦。假的4啦？分鐘已經冇啦哎，睇下有寬整冇？有問題要問哦。做得冇然後用低度保養嘅蘆筍、香菇、魚肉，然後薑絲。尤其係景軒吼，自家做推背帶吼，你可以學一些創意料理，自家做，本自家選。做得做不男朋友是咪做得啦？係啦。睇下有冇問題冇？幾蘆筍兩條都做得係冇？嘿，你喊我先，你就去用3，你別做用3條、4條都做得吼，像你。哎呦，像啊有冇乜個時間啊？你全部變我吹咪做哦，一定會熟，得，一定會爽，一定會到底一定會爽。是怎麼樣幾全轉落體啦。比較嘅呢？我很認真。該水分煮吼，做得吼，好，調醬汁。這個豆腐乳會做嘛？該 A 龍醬汁，醬汁，大概會轉性款哦。哎你有老麥嘅喏豆腐乳啊？冇嘛？煮哎豆腐乳中豆腐綿綿。天，誒，中不綿綿，啊，不用點乜水，水，冇調到水哦。我係像半斤扭完嘅時候咧，像你因為豆腐有它鹹掉，我都是用哦，一點通鹹甜綜合一下。哇，好，董熊嘅嘅豆腐乳加熱過會有晶瑩董熊。那是好咧哎呦，吼，景軒驚訝到嘴巴都張開了。很香哎呀，有吼，冇便宜，今年又哎呦熟啦，我吹成這樣啦。嘅 juicy 哎呀，哎，地圖總咧用那起司條嗎？你喺度做咧交換位置麼？哦係，你係收，愛手愛腳。拍攝，我忘記徐師傅手拍攝比較，哎，需要距離。要句話團結。哦，你說什麼？你說，誒，哎，你一下總得講錯喎喲，等下喊我學咯。係哦，剛才帥哥講做得會氣死嗎？帥哥係哪哪個帥哥？我旁邊嗰個帥哥啊。誒，什麼？什麼？葉帥哥？係哦，你講矮？係哦。哎，你講做得會氣死嗎？你拍到嘅導遊哥咧？咩啊？帥哥？哦，帥哥，做得不用氣死麼？帥哥。會氣死係咩事嚟？咪 can see。嗰種喂，嗰種劍會好用劍啊。哦怎麼哎用，正？不過入口那種該氣死會憨憨呢，因為這個已經夠鹹了。哇，哦，好好吃哇哦。從那會啉個腐乳醬呀？你們去吃個羊肉爐唔係咩？沒有。對。對啊，紅燒羊肉裡面有餅乾，應該是安樣熊誒。嗰係用盤嚟啦。按個你係用黏上去。以西餐方式來做的啊。好，拿起來，拿起來。好，按鈕去做火溜。是密室咯。对，第二刚刚没懂胸声嘞。对啊对，我先放过来一点，哎呦，对，提气一下。還是要答對了，再出題目一下。題目。因為咁啊，用扮演防止朝黃錘洗隻蝙蝠呢 ？A. 浸沾水 ，B. 浸檸檬水不。能講 A 哦。係 B 呢？先來猜拳，跳街該下就講過。馬上來猜拳。景軒還是秀嬌？換媽媽去猜。好，媽媽。好來。好了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係啊。好，你看多有自信。A 還係 B？B。拿着手拿牌。確定。我們先站過來。好來。娘扮長會蝙蝠哦，黃錘長會蝙蝠。來，你選你的。浸染水還係浸檸檬水？確定哦。鹽水。那我們要選 A 還是 B？掉出來是浸鹽水的。好，你確定時候咧？確定因為讓熊都愛散沙走得雪，還係總得雪咯。好，我們只能選 A 了。哦，選 A 對。啊選啊好。係啊。答案係乜㗎？答案係一似果皮啊，唔是薄體咯，似果皮啊。嗌到幾個國家皮個薄體啦，啊，那我們都你講皮唔是薄。那就是要播。你冇被騙到。這個不要了嗎？
怎么可能不要？那这要干嘛？哎，献给你。谢谢。我们给了就有好票。还有你的在动台上。好好吃哦。答案吗？答案是 B。一米派。为什么？耶！洋版是啊，甲旺菜伫甲建构甲柠檬水浸泡的益好友啊，起重机的铁质无受到柠檬酸的控制，因此机唔会下脚物含。哦，有柠檬酸啦，雷梦酸在雷梦酸上面。原那这个你们要吃吗？哎，当然啦，當然啦你要買門梯啊，你要買門梯啊。问错了吗？来，一直放我这边呢。哎呦，所以我们谢谢你的照顾。来试试看啊。咱黄沙吼，日本吼，基隆沙看啦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那先不你看地图哦，饱饱满满的哦，你冻都已冲虚的。经说要吃了，摄影大哥已经给你 key in 下来了。哎呦，卡斯哦，卤粉哦。怎么样咱？感觉俩头头嘴里回来蔬菜是到浓郁，会有一点点骚味，不过该卤笋哦，本机骚味，哦，骚味。对，本机清清爽爽安用，景轩呢？豆腐乳跟羊肉很搭，很搭哦，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像恋爱的感觉？真的太多了。你看杨木竹都北京哎，妈妈没感觉冻好些了。红色，你会叫吗？放好。有吼，去腥作用。đủ好嘛吼。哎，按搭配当红色。叫爽吗？有吼。有。我讲平安3分钟、10分钟做好，又爽吼，又爽。啊，咱个家庭聚会，俺们做了用，按简单们啊。有吼。有俺学到嘞。白班没冻好快我们。也可以做得做一松啊哈。好，大家有冇識隻大宋？嘿，大宋這種人趴，誒你先來金行最波民意管比賽，你阿嘅冇大宋，你冇比大宋，所以金还有行一些。最波民意管比賽咯。愛係太族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最咁嘅因為特緊張嘅沙亂款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妹嘞，最波民意管，我要先來許願。許埋願。今年來到3晚，怎麼可以沒有吃到水梨耶？嘿啊，講晏叫佢水梨嚟，一開始講水梨，家下訪問來賓未講水梨，都帶今嘅吼，明珠姐姐嘅心願有可能達成，有可能達成哦。萬金庸庸，萬金庸庸，哎，來一個慈悲喜捨一下，好來，我哋來考慮下。好，打開來。水梨耶，真嘅，這個是我最愛的，你要直接拿去了。這一定要好，還讓我講呀，水梨耶，它就是要把握的精華，又有甜又有酸，最好食。其實呀，3晚呀，到尾嘅中嘅呀，嘅水梨嘅品種我都風水梨。咁咩出廠跟哈姆全國講嘅，呀到尾嘅奶牛凍皮、薏水啊、甜食啊、空氣呀，都抽抽出來，全台灣最有名嘅，就係3晚嘅呀到尾嘅水梨嘅哦。係啊，不過吼，你三條吼係本主持人啊，不過頂下會做嘅水梨係做埋料理咧。不用做料理了吧？大家皮再削皮就好啦。冇問題啊，哈。哦，來，所以待會考驗的是怎麼削，對怎麼削好夾。對。削皮。哎好呀，好啦，今日會做埋個料理咧。捏，各會辛苦。啊，唔過壓出菜我用嚟做咧。俺攏講啊，ที่ให้เราอันนี้水梨切顆嘞，還有個奇異果沒切顆嘞，有火龍果沒切顆嘞。三種水果哦。係三種水果切顆嘞呢，不用等，個主要呢表到無度行去，咱打落去煎香來，飯呢拍飯倒落去，它去攪的炒香嘞。炒到粒粒粒粒皆皆對，粒粒皆辛苦，粒粒的很分明之後，能找到個水果倒落去，它去炒的，有香氣出來，這啲嘅調落去倒的。可能這個係上嚟用嚟，睇有一鹽都做得。睇有鹽，睇有留鹽，當係變為款式，款式咯，梗係種派而都是當好食咧。好，阿牛有糖陣哈，有咧哈，OK 哈，OK 哈。好，咁等下呢就先來出題目。用嚟看安尼，我咪看到個水梨甜唔甜？A 係佢個果蒂周圍好香，啊 B 係佢個食物帶好清。
只好加满水哩。按用 D 嘛按用水摊一下用 A 哈啊 B 你来哈，迪亚哈， D 哈，要猜拳吗？来剪刀要猜拳手布啊，来，要猜拳的站在这里来，景轩加油哦来，好，站过来景轩猜拳。最美的哦，但是让到3线 Q 是看2百咯。好了，好来，来来提前一线，好，好，剪刀沙条，拜托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 A 行係 B，看一下，看一下 A 行係 B。記得先選。你摸問媽媽哦。不是蒙基啊，哦，這個係直覺。畢竟他是在水梨故鄉長大的長大做獨的立音樂水梨之子。對，係啊，好聽哦。所以你就是直接選 B 啦，你不想要记得选選哪個 B 啊，不能就 B 呀。 B，哦我們本來就是選 B 的。哎呦，你的直覺就可能哦。所以答案係 B，做乜解？因為水梨仔該用來不襯，該不親密嘛，要親密水梨哈，要掰來要甜，哦要甜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你可能要洗不動一嗎？哦洗不動，可是有沒有甜，我都可以帶回去吃。你改成是。今年係比賽，等一下我做做料理嘅。哎，哎，等一下我做料理嘅。哦，只留1顆給他們是嗎？啊，還有他們嗎？答對的，好啦我的答哦，對，所以答對。我哋是做得到90秒。好，Sam 現沒在有廚師幫幫我，好，等下水就來金行比賽嘍。加油加油！你看它的皮，哎呦，寬體妹就提供比當後色嘞。對，我真的很愛吃水這梨。醋皮梨好，有這口感還脆。幹嘛該梨呀？醋皮的梨，哦，粗皮的梨耶，較好食係嘛？它脆啦，它脆啦，較切係嘛？冇，其哎呀，比例不對。其實以後切蘋果，你還沒做在切塊的時候咧，你要細木啊，你要切塊的時候，用切熟咧。啊，你哋啊，莫讓伯先講，好，那佢冇放多，對，嘿嘿，愛行夾啦，嘿，好，剛剛用 detail 先，然後弄起來呢。嘿，還沒做對這。個打賞了。嗯，你聽好，哎，好，你愛掉來看伯先做乜解？好的，這應該不用放整個吧？ 50吧，嘿，50。那我把它吃掉一半好了。哇，你不要幫乜解？個奇異果皮啊，50薄體咯，奇異果皮啊。嗌到結果講個皮話薄體啦，啊，我哋你講皮50薄啦。那就是要播。你冇被騙到。個皮愛落去炒麼？下香哦。亂講話。哎呦，幾有認真咧。其實皮咪是甜的嘛，那個細腸都咪是甜的。不過做乜解只聽我用嗡嗡嘅奇異果啊，總得用嗆嗆嘅哦。好啲啊嘛。啊，冇時間啦，冇時間啦。 7、6、兩張組合，唔係兩張組合。 2、1，時間到。哦，到，黃馬莎，黃馬莎，保安，我先好咯。好，第二把望一下，好。哇，按用台式做對吼，先生。對，睇隻拼均啊，拼均空一台有誰？嗯，嗯，哇，我用過按用嘅台式式，其他的水果沒有按用恐龍嘅台式啦。嘿嘿嘿。比例，這個水梨好好吃。你這個形容一個。不用用那麼多啊。嗯，哇，佢啲按用錢呢？聰明哈。所以啊，人家下時讓嗌媽媽，你阿媽媽，我俾講，媽媽講，見媽媽哦，見媽講吼，媽講嘿。我是把皮薄皮時候咧，切嘅部分分幾組。哦，按錯啦，按冇唔錯。哎，它係這個切工，它係要靠勁養苗。嗯，那個你要存在水梨嗰種嗎？給你吃的啊。就水果是的啊。哦，好啊。等一下盤唔是不用強度，嘿，好，呢個盤。等一下打亂先加油，等一下先撇撇香。哎，ต้อง注意哦。好，那我們要過去哦。你都學改片咯，嗬。這樣差不多以後吼，不用盤地圖。嘿，好，過去咯。來，呢條嘅火龍果係紅色的哦。那都係白色的。切好了嘛？沒有啊，沒有啊，都一樣。好快耶！我試啊，爽嘅。現在好，你火龍果切好了嘛？誒，冇是按用好的啊。日版，我們分你這版嘅白色嘅火龍果，那一版你就分一版紅色嘅火龍果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可以嗎？昨天呐，走的。一半一半的紅。走的，因為佢南炒火龍果。火龍果。可以好，那嗎你哪一半講？這個。你先拿你的來啊。你先拿你的糖炒男啊。生公多是會做多。可以炒了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了。注意哦呢，兩半你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炒軟好香。哎，19級殺走得走。
这就是啥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。这样演个颜色的，你要拿谁？民主节你看啦，我除了大家拍摄啊，我喊大3万里不你哦。这个不要了吗？怎么可能不要？那这要干嘛？哎，献给你。谢谢。火龙果先不哦，献火龙果，不要不你。咁樣樣色啦。謝謝謝謝。火龍果我介意做，哈哈，咩？買落去嘛，因為用翻人慢慢油嘅啊，誒，叫佢煮油啊。用豬油，還沒用豬油啊。我唔記得了，豬油好香。还有你的在动台上，好好吃哦。庄伯杰，你就这样子搬家用脑海耶？你就打算这整趴这样一直啃哦？係啊，我問問題啊，方式这样要扣錢吧？要扣錢啊，係啊。三，第三次，平行的手。哦，玉芝姐姐。你冇哦，時間到嘞，時間到嘞，排泄排泄，排成時間到咧，時間到咧，拿出來，拿出來。3萬個厲害，我安有名， 2半高，很脆。溫度太高嗎？太高嗎？不會啊。該溫度很足夠嗎？ OK。哦，等一下我反應6哦是。最高。 5、4、 3、2、1，反應攞講咧，反應攞講咧。揾嚟。咩你這個哇！接電來做。等一下炒到差唔多嘅時間，我不用盤哦。哦，動向動向，哦，豬肉哎，見了人好用。落，應該要做了嘛？該。沒有啊。冇，你一部分冇挨咧係啊，啊你就慢慢的食哈，慢慢的食。哎呀，對3萬一聽會是給他碎的嘢啦，哎，對不對？龐太記，龐師傅。嘿，最閒閒見食唔怕。哦，冇幾句個你啊，還強送了一節哦你。啊亂來炒凍用班嘅，不一定給你。再讓佢講一下唔怕。阿幫就亂樣炒凍香。我特別食，我不用炒啊，到嗌冇，嗌嗌下慢慢的下冇下你冇就加油哈，來了，民主姐先去吃了哈。好，拜拜。飯哦，張伯杰，你就這樣子搬家用腦海耶？一出嚟嗌喺度先，我們大家都要吃，我們的全部同一建議啲嘅食。哎呀，等一下注意哈，你能賣貴上嘅啊？街上有沒有賣？我買給大家吃。你講嘅哦，賣貴上嘅哦。他在節目上做的是說的話，哪一次有在下節目之後做到？都沒有。哎呀，這樣子真不可取。還沒慢慢香，香咪炒到下會香。對對對，哦，有咧，有一皮到咧。大家行放咗啲병嚟麼？放啦。加一下下，計下。媽媽要見人哦。其實有炒盤哦，最厲害嘅部分是係炒嘅粒粒嘅部分。對對，所以要不要找彭師傅？嘿，等一下粒粒接辛苦，最辛苦嘅部分不宜做。好。調味係咪再一計？點點，一點點。咪調手麼？有時咪有辣啦。咁就冇加啲咧。放調手，下多啲咁怕。好好，啊，對，加啲飯。好，按照着嗎？再這一點好了，這一點好了。你有半支炒麼？要點好廚師幫媽媽？哦，那你講下。廚師幫幫我。其實沒有，等一下，這個哦。來，計時開始。特別炒好燒到伊麼金金的透明的飯粒，讓我有香。喂，講什麼飯啊？到底啦，因為該全部凍到，所以佢就會辣之後咧。你就打算這整趴這樣一直啃哦？係啊，我問問題啊，方式這樣要扣錢吧？製作人。要扣錢啊，係啊。這個20塊有嗎？對。唔辣吧？就是一加飯並啲調落去，加飯先並調油啊，不是鹽咪到撈咧。去調味，撈去調味，調酒。主廚你會做，幫我。嘿，時間。哦。還用人的炝鍋嗎？對，炝鍋。同學，分給10塊。 9、8。總不是你先寫，時間唔辣嘞，先寫我叫嘞，先寫啊。你時間到。然後，鹽啲的不用鹽，對，不用啲的煮好。然後啲的不用多。好，那我們要過去哦。跟着狂改片哦。我們要去救救我們那邊的啦。好，加油嘍！木筍，再來。鍋邊，把它整個擠完。那我們為什麼不用廚師幫忙我？係啊。我們要用廚師幫忙我。我用了喲。哦，要。好啦，廚師先去幫忙我。但係我想要看一喊
先站好，你先站好，你先站好，来，真气好好，好。不要再翻了，会变没有力力了。好，继续，等一下，继续开始。好，做咧起看咧。假設跳搖，看我嘛介，通哦，通。通外麼？没有，这点盐不爱盐。嚟啊嚟啊嚟啊！有纤维。雪苗了，雪苗了。哎，倒數倒數，你帮我用一粒一粒的，拜托。 六哦，加冇運動嘅，四三，第三只手，隱形的手。哦，玉芝姐姐。你们哦，時間到嘞，時間到嘞。排泄排泄，排泄時間到嘞，時間到嘞，拿出來，停。你想过一件事情，有一天你会得高血压。拜，已經。来炒。好，你阿係馬莎，草草啊，木松哥哈。不要再尽量不要再翻不，了，因为他哎呦，等下不会某一粒呗。好。冇，你以後咁樣，你要帶埋佢啦 BBU 啊，從個腳手在 BB，等下再試一下味道。低嘞哈。好，沒法不用這位養。我已經夠吵了，不要再弄到綿綿的。明珠姐不能跟我一起主持了。 OK， 好 ，OK， 我們過去了，可以，弄到綿綿了哈。好。哎呦，你看，一六就使用法咯，像該胖師傅講的哦，該順序。对，顺序當重要。其實嘛，從解運咁樣炒解而家水哩嘅話，我係講佢一直炒起個甜梅絲索加地蓋，啊，叫順序後來才用解火龍果，啊，最尾讓起鍋來下出。我們重炒一次。冇，解可能你都變好跟人講嘅。好，拌一拌就好起锅了。來，讓你停住來。 好和諧的畫面。對啊，人家媽媽已經問過嗎？可是我們要過去。過了是拜拜。媽媽應該要給停住好嗎？留在這好了。妹妹鉗1分鐘就拿了，1分鐘拿。好啦，而家都要看解片咯，好嗎？好。媽媽讓給停住。好。哇！來，幫他拿一下。兩片都冇恐龍哦。哇，冇給我感覺。你看，我們這有沒有非常的喜氣？嗯。 中秋在過年的時間會吃那東西。把它壓成烏龜就是封版的。對。好，Kim Kim 啊，張哥給朋友。哇！小心啲喂嚇。哦。冇聽 Kim 條係，佢較雜啲會就唔會散脱啦。我 keep 上佢幾個係啊？多專業種啊！對，你先弄着這個，慢慢來，慢慢來。哦呦，有，回來。有哈，慢慢拉起來，慢慢拉起來啦。會散體用我。慢慢咧。好，大開了。哦，有。好，倒數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出來吃看下關啲度，哪一家張係你嘅太中府咧？好，兩個呢，粒粒皆辛苦，年來呢就會有個果子拿落攞去炒飯，過年可能要特別做一檔，很喜氣哈。先拿100隻下好嗎？先拿這100下。那你們這邊呢？哎，也都有巧思呢。對，而且剛剛喺景軒附近都炒嘅景軒，做的，理想做的。好，賢俊要特別可以試試。好吃嗎？好吃耶！很浮誇，真的好吃。因為我將食當好食炒飯，不過我冇食過用水果來炒嘅飯。而且你總會有幹嘛東西，不有一些辣辣的米那種好吃，味道有點辣辣的。你有幹嘛嘅東西？哎，胡椒粉。就不會全部甜唧唧啊呢。你就知道咧。很好吃誒，很香甜。你面試係冇食過誒？冇食過。我講哈，係咁再咪得炒。哎，我看這水果沒拿來炒啊。我打上。來吃點那個咱們缺的，可能我們也是給飯。很好酸香。我的水裡有口感，吃得出口感哈。對。像一開始胖師傅就講該那個脆脆的口感。有哈。有。好吃。你們覺得呢？你兩啥感覺咧？兩半。那這個煮得好，先炒好好吃。
锦轩炒很好，很有口感。你有試過錦轩炒嘅盤嗎？有炒，摸係水梨啦，哦，我 Emma 改東西。冇水梨啊。葱啊啦，我嗰種係軟甜啊。哦，安是凍好吃的。啲好係沙茶，沒有係沙茶。哦。好，應該係咩東南片吼，因為兩家都做咗東好食，不過你要教本師傅來接聽呢。上好食嘛？好嘞哦。好，練時間先搶70步，搶本分數。哇！加油！康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唐杰他專業的評審，又破音第2次。專業嘅評審啊，講一下啦。所以我要破音才做得講啊。他們甚至你要兩片看到是當嘅啦，你要食到個水梨嘅味道，然後個佢全部嘅水果都食得出來。啊，你要可能炒香蕉咧啦，又係落啦。係應該要火龍果啦、奇異果又要水蜜落落去。哦。係，幾種個變到安樣音，係是炒到安樣甜，係。康師傅咧，一脆，真正要講係放翻去煮，兩香要出來，水果味要脆脆的感覺，真正都好食。實在講冇法講，呢一盤呢，實在講炒香蕉的誒，個飯要冇吼，佢掹炒出硬聲嘅感覺，就是水果跌落去咧，當大爽，咁嘅味當好食啦。所以安排成一本一片嘅點樣？好，今日嘅比賽都要到邊呢？藍水得到3分，紅水得到1分。首先應該就是做得到加彩金3000票，恭喜！今天是皆大歡喜哦。你紅水妹得到2個翡翠炒鍋啊！你看看，變成這樣。其實一本都是嚟上樹嘅係冇？本來上樹嘅啊。開心哦！好啦，可以做見呀。對，唔怕啦，前面做得做經驗嘛。帶咗你做經驗。他們所參加的心得啦，參加的心得，他們講一下啦，長瑞行啦哦，今年有參加心得咧。哦，當歡喜第一擺參加安陽軒嚟哦，太高興了！咩學到師傅教我做菜安陽炒，哦，值得。來堂課堂目前喺高頭，睇下分享一下第一擺參加嘅心得。哦，今日。哦，即係要話緊張嘅。如果係西平常睇部分啲技巧冇晒喺度啦，故所我今日騎吼，不準，係擋唔順啊。哦，哈！你把按照今日開始做一個係兩步冇人炒。我後尾係知道應該我騎冇晒嘅。係，貼喺20步嘅炒嘅東西全部人炒嘅。哦。好，今日最歡喜嘅事情，經營就從博清家講到，就看到每個老媽媽按叫冇叫下，就叫下煮菜。趁啲節目嚟互動一下，當好。真嘅，今日兩公婆要按好要拿到，看見笑咯，所以從頭到尾阿媽合起來對啊。今日得到分數嘅書姐，啱啱看到嘅笑容。當歡喜啊，當甜啊。真嘅，不錯，太假真嘅。你不管你想愛來分經驗，分一隻畢業，也係講想愛拿獎金，也係拿寶嘅話，不用睇起來格格來報名哦。係啊，所以吼，等一下吼，轉到波吼，格格攞咗3000給我伴媽媽用啦。等一下吼，這個炒鍋吼，格格來練習一下，下擺一定會來報，繼續來報名哦。吼，冇問題哦。好，一家之主等你就很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